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长春诗歌第13首。我在行主天咯，哈，我在行主天咯。然后待会我们唱另外一首，就是隔壁，后面13，后边13首，我在行主天咯。然后待会我们会唱隔壁哈14首。我若敬拜主，就加天开力。好，咱来先唱我在行主天咯。咱得求圣神来带动咱、感动咱的心，互咱会当伫遮活水，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当得到活命的快乐。你们觉得得到上帝圣灵的感动是为了要做什么？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圣灵的感动会让你想要做什么？会做什么？会让你会做什么？吟诗，还有没有？做主的工。做主的工，还有没有？所以它会带来基督徒的能力，不管是敬畏神的心，或者是任何的行动。拢是爱有一种圣神的感动伊开来啦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军队主的脚步的内底来求圣神来感动咱的心吼。我在行主天路，圣神感动我，主赐我水灵，予我吃吗哪。我的水要饮食，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而乐主。搁一遍来，我在行主天路，圣神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水要饮食，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而乐主。咱来拍谱来。我在行主天路，圣神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水要饮食，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而乐主。咱厝边隔壁甲伊讲吼，咱就来做伙来行主的天路，来甲伊讲哦，来甲伊讲，咱做伙来行主的天路。我在行主天路，圣神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水要饮食，我的心满足，他的敬拜而乐主。愿上帝圣神来感动咱吼，咱做伙来看隔壁首。我若敬拜主，就加天开力。我若敬拜主，我若敬拜主，就加天开力。我的水每日而乐，我手若举悬，手带长锁链，得到荣耀的自由。我若敬拜主，就加天开力。我的水每日而乐，我手若举悬，手带长锁链，得到荣耀的自由。我最爱这条歌吼，因为这条歌讲我若敬拜主，就加天开力。所以咱爱鼓励咱的信徒，唔通无要自悔，就爱鼓励因常常爱有想要敬畏上帝的心。伊若敬拜上帝，伊会加天开力。所以咱会当帮助因，常常会当用嘴来学了主，常常用因的行动，亲像伊讲，我手若举悬，安怎就擦断锁链啦。什么叫手举悬？咱知影这约书亚咧征战的时阵，什么人？摩西有无？摩西手举悬有无？手若放落来就拍输啊有无？所以咱爱知影手举悬，基督徒咧敬拜上帝，手举悬，迄是一个啥？我感觉迄是一个突破。你会感觉讲，我是安怎唱歌落来，我是安怎手举悬？其实我感觉重点毋是你手举悬，你骹要举偌悬，手举偌悬，毋是重点。迄是讲你突破你家己的迄个内心的许多的那个捆绑啊。所以说，擦断
擦断锁链啦，咱求上帝帮助咱每一摆敬拜主的时阵，你将你的心放伫主圣神感动的内底，放了家己的迄个自尊的心，求上帝来帮助咱，加添咱开咱，咱再念一遍哦。我若敬拜主，手加天开咱，我的嘴面日恶落，我手拿夜关，手擦断锁链，得到荣耀的自由。搁一遍，来，咱大声来唱。我若敬拜主，手加天开咱，我的嘴面日恶落。我手拿夜关，手擦断锁链，得到荣耀的自由。咱这位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会当带着敬畏主你的心，三甲来认捌上帝你的话语，甲认捌要安怎样来关怀伫新家人进入伫教会中间，有侪面相，有侪条件，甚至有侪阮爱去突破的所在。恳求上帝，你将智慧的心赏赐予阮，予阮伫报传福音、陪伴的道路中间，会当真实利益伫遮每一个参与的新家人。主，阮相信，当阮愿意突破伫阮生命中的软只，拆断阮生命中的捆绑甲锁链的时，阮相信上帝，你毋但要予阮的生命得到阳光，生命得到自由，嘛予阮的生命会当更加活咧，搁较合伫上帝的心意。求上帝，你引带阮下面的时间，恭敬拜列，向你献上感谢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大家平安吼，咱做伙来看顶摆即个保安兄有讲，因为即摆在顾孙啊吼，可能较无方便。今咱有哪拢有直播录影下来吼，也请咱若有真正有无方便的所在，咱嘛着会当每一次不要错过每一次的学习哈。那么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第18页。新家人，我们之前有谈论到有关，特别是在他们对于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阶段，叫做要满足新家人的需要。咱知影讲一个人伊除了有伊的特色，伊的问题，伊的跨入的点，咱会当了解一个人伊所咧跨入的问题，还是讲伊需要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他所遇到的问题当中，我们要去了解到底他内心的需要是什么。有当时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他遇到他的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的需要会是什么？就会是根据他的问题啊。了解我的意思吧？比如说，我曾经遇过有些学生，他时常都在问说：“伟渊哥，你帮我介绍一下女朋友。”那你就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要不就是需要有感情，需要有婚姻，对吧？他期待有能够建立家庭嘛？那一个人他如果问说今天有没有吃的，你觉得他需要什么？他可能吃不饱，他可能怎么样？生活经济有问题，对吗？所以我们之前是了解现代人的特征，他们都在看待的是世上的许多的世界观的产物。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到底这些新家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根据他们的需要来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好，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我们先看一下重点好了。第一个，满足新家人的需要，第一个我们要他说什么？不要让新家人怎么样？独自一人啊。我们之前都有谈到这些特征，现代人的特征，他们有些什么错误的属灵知识啊？有没有？对未来的死后的关心呐，还有这个常常感觉到孤单啊，有没有？隐藏着许多的痛苦伤害啦，拢是伫伊生活中间所拄到的。但是当伊若咧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伊若是干那伊家己咧面对，那请问他是一个人在面对，还是有人在帮助他？一个人。那如果他是一个人在面对，我们一定要了解，很多人在面对问题都是独自一个人在面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节怎么说。我们来看传道书，传
传道书第4章9到12节。嘿，第4章第9节到12节。好，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先这样讲，从第8节好了。第8节说，有人孤单无二啊，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有没有？眼目也不以钱财为知足哦。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特别我们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风灾，带给中国对岸的很多这些国民，有没有发现？我曾经看到一则，他就说什么：“早知道这么苦。”早就知道要及时享乐，这你懂了吗？我就看到这里很像这个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对不对？但是真的就是要享乐吗？不是第9节说，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是跌倒，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2人同睡就能暖和，1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1人，若有2人，便能抵挡他，对不对？3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也非常明确，告诉我们，假如基督徒，假如是新朋友，他来到教会就好像孤单1个人的，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帮助他。知道告诉他说，我很乐意跟你做伙伴。你们觉得怎么样让一个新家人一进到教会不会感觉到他自己孤独1个人？从哪里可以先开始做？咱来小看嘛，主动，怎么主动？我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其实牧师每一次。只要任何一个会友进到教会我除了会跟他说平安之外我会多看他几秒钟我会看他会不会有想要跟我讲什么话，甚至我会多看他几秒，我会等待他是否有什么问题会想要问我我想问各位这种功夫是大概可以放在哪里？哪一个侍奉工作上面？咱教会。那你教会内底会当放伫倒一个所在，倒一个环节？还有我觉得招待还有什么所在？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意识，都有这个意识。假如每一个人都像牧师这样的反应，我们随时都在观察，随时都在观看谁好像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整个教会的氛围就不一样，你了解我意思吧？我现在发现教会大部分这个像这样子，好像是只有落在长子。对，我感觉。当然。因为一有新的会友，我跟他他一来看到我在笑。没错。对，所以假如就只有长子那我们的信徒假如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那就是代表我们的信徒彼此之间是互不相干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种教会在每一个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反应我的这步我的任务达成我的小组组会了因为马上要紧走，他们不会有太多的多谈的机会。所以我感觉说咱要安怎有这种的我觉得啦，真的我们要多一点鼓励啦多一点机会，大家可以谈多聊。所以牧师也是鼓励说，我们真的可以喝咖啡，当然不见得喝咖啡啦。假如说像陈默大哥，他会泡茶，像我们接下来我们开始会有像1919这样子的团体，会开始进到教会来，甚至不见得进到教会，我们也会是用那个活动中心。我觉得我也蛮鼓励我们的信徒，偶尔也是可以，我们一起都是去到
去到活动中心，跟里长、跟遐人拢建立很好的关系，哈茶嘛好，也是讲临港牧场了你若讲无退休啊，无做工课啊的时阵，全心全意，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投入到我们教会，特别是做社区关怀，往外扩展的这个事工。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教会是可以发展的。好，所以孤单，圣经里面非常明确告诉我们，2个人是总比1个人好，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孤单，不要让人孤单。所以像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金慧姐有没有？金慧姐她现在我不晓得啦也是可以关心一下。她现在是换成礼拜6参加华语礼拜。她现在是用礼拜6的时间。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当然，台语较听不较清楚啦，不是很懂啊。对，也没关系，也没关系。如果是这样，是比较单纯一点的但是我牧师也是蛮期待，就是说，咱做小组长会当鼓励咱的，伫小组的时阵，咱就鼓励咱的组员，伫礼拜刷，还是讲礼拜一开始，咱拢会当安怎有机会让大家人互相招呼。咱即马当然礼拜要开始啊，咱来比班心嘛，这个部分牧师无要做什么调整。我的意思是讲，咱会使当邀请兄弟姊妹，伫1楼的所在，交谊。你当下礼拜的时阵，当然比班心是做好，但是牧师我嘛捌参加过有一外教派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反而是那种方式也蛮不错的。就是礼拜要开始了，大家进到教会，很开心，就算不认识你，他们也说平安，然后眼睛一直看着你，我就说哇，不一样，这是我们一直没有的。那你说他们就不敬畏神吗？他们没有预备心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所以我就在想说，这种东西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可以来形塑这样子的氛围的环境？因为我觉得长老教会，当然我们有一颗预备的心，这个说法是不错的啦。因为就是比照好像旧约里面咱要进入圣殿咱得做一寡动作，洗手啦那个预备的过程。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人遇到的时候，怎么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那个彼此的更好的互动？因为假如说大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彼此遇到都会很开心啊，甚至都会哇，都会想要跟你拥抱的那一种热情啊。所以，像他们这个是有分配，有分配说今天谁会在那里这样子。你说当然，所以这样做分配跟那个应该我觉得分配那只是一个方法，那只是一个工作的分配。那其实跟那个我说的那种氛围，那是一种大家必须要有的共识。因为那种东西，因为大家的习惯可能都比较习惯就是这样就好了，或者是说大家也不会刻意可能是我牧师就是比较热情，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跟人有这样子的互动关系。那我觉得这种关系，我觉得是不错的，是可以渲染、感染一些新家人，当他进到教会的时候。所以像我就非常高兴说，礼拜6我们也有弟兄，他参与在我们的华语礼拜的招待，他非常热情，就是会不仅面带笑容，而且会带位你这边带完还要带上去真的，如果我们招待都只是分配到1楼而已，其实我觉得我们做就每一个招待都要像他这样，我觉得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不是说好坏的问题，我说的是那是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多一点，大家能够彼此互相激励，特别从我们长老先开始。我们长老一定什么问题？我很喜欢这样子，对，但是你看我们8点到9点，对，都很赶，很多事情，对，对。因为我曾经就是我没有服侍，我会提早来，对，我就先做招待，对，跟会有但是碰到我们服侍重叠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无妨，就是说假如啦，譬如说有一些刚来可能1个多月了，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开始邀请，也可以邀请说，可以一起来一起跟我们来做这个服侍人的服侍上帝的训练工作。我们学习操练，帮助他。譬如说像这美珍姐啦，有没有？
新朋友啦，哈，我觉得你讲这礼拜那个金蛋节，哦，金蛋节我也不觉得不用担心说他信仰根基还没有很稳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鼓励他学习去做操练，就好像我们现在学生进来，好，就算他行为偏差怎么样，我说来了就做，我就交代工作，然后陪伴他，直接就做了，不用想太多。好，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或许可以让我们人力资源也先足够，然后我们也可以服侍大家同工的时候，大家都有愿意的心了哈。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文化要慢慢建立了哈。好，阿的行动来加了哈。箴言，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箴言第17章17节。我们怎么样让新家人进到教会哈，不会感觉到孤单哈？我们要知道哈，在教会里面的家人，不是嘴巴在讲的家人哈，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就是朋友，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呐，哈。17章17节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了患难而生。”好，所以最近我们开始跟这个基督教救助协会，那我们今天也去探望我们的弟兄，跟赎会长老。那我觉得我们当他们有需要，我们是跟他们在共患难的。好，我觉得这种心一定要持续。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招待，做什么服事，我觉得不要单纯把它想做那是为了服侍神。好但是品质没有去注重你懂没有？服侍神你有做跟真正的有没有做到那个果效那是不同的我再讲一次你有做，但是有没有做到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有出息你有出息来做这项代志，一种是你出息了以后，你还会为了你所遇到的困难、难处去突破，这样懂我意思？好，了解吧？好，所以我们做的事情绝对不能没有果效。那没有果效，我们就要好好祷告，好，求神给你力量，求神给你更多的感动，让你明白，好，限制在哪里，你跟人的关系限制在哪里？好，你要突破。好，没有突破，就算你很认真做，那没有果效。好，你也不要说牧师我好累了，我做了，我都已经做了，那就是这样你有没有祷告啊？你有没有经历神啊？神所给你的能力啊？好，然后去改变你自己应该要改变的方法啊？好，这些很多事情都要去试着去调整。好，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要了解到，这是我们基本该有的哈。另外一段圣经节在希伯来书10章，我们来看新约。10章23节，我目睭有没有？10章23到25。好，有翻到来23节说，我们从那个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大部分会用25节来去引导一个信徒，他没有来教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24节很重要，彼此相顾啦。好，咱咧彼此为着相顾的原因，激发爱心。会注意要顾一个人不是讲咱去改讲伊的问题啦，我们要激发他如何做正确的爱心的行动。好，勉励做好做好，咱是咧给鼓励，了解所以咱有哪爱唔通惊讲啦。好，人也甲咱讲，咱就学习。好，倒位做无够，咱就学习，更加进步。
好，咱唔免惊人甲咱讲，上重要是我们有这个学习的心，我觉得你就不会活在孤单的里面。我觉得这段话里面不要让新家人独自一个人哈。有些时候我们我们在一个地方就好像是新家人一样，我们的长子随时事工做一下调整，你好像进入一个团体里面，你就又变成一个新家人的状态，对不对？敬拜团，你们开始在做小组的时候，你们就要哇，我是一个头，我要重新跟他们凝聚这种关系。你就要把自己一个人不要当作是自己一个人在带，你就要是学习说，我的牧师在陪伴我，主耶稣在陪伴我，我要更多的从神而来得着更多的能力，我必须要时常有好的灵修习惯，然后跟我的组员的关系要更加的和睦，好，所以呢，不要让新家人独自一个人，也就是要满足新家人的需要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来针对这一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你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也可以提出来哦。好，第二节第二段要满足新家人的需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亲切的向他介绍教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个部分牧师有教导过了每一个新朋友来，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会马上找一个请他就跟他结合，然后请他去介绍一下教会的环境那特别是哪一个地方一定要说到介绍到厕所，对，厕所因为它是人都是需要用到的地方啦厕所啦然后哪些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比提摩太前书5章8节。提摩太前书5章8节。好，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的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伊家在讲什么？在讲基督徒做蒙恩的基督徒，他一定要有亲情的关系那什么是亲情？你有看到有的基督徒伊会干那顾教会，有一种基督徒是干那顾教会。但是厝里无啥顾，你嘛无啥知，你若你甲伊问讲，你厝里敢有啥物亲人朋友伊嘛无啥要甲你讲迄无效我厝里迄人安怎，讲甲足歹听的，有无？一种是啥？一种是他不想要跟教会的人建立关系，他习惯就是单纯来到教会，然后就是聚完会就走，也有，那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介绍教会。因为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身体。那我们都是肢体啊，对不对？咱给介绍的原因是要让伊了解，在教会内底，你有任何需要，你有什么需要欠缺的地方，我们都是彼此帮助的，彼此当帮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帮助他，不仅是物质上的，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私下有先下刮钱也嘛有呢？有无？他不经过教会的，直接就他没关系，他觉得说这个人有这个需要，我也看过有这样子的信徒。那所以我们要介绍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是什么意思？不是教会的这种硬体啊，这种硬体太容易了啦。我觉得我们要介绍是教会的事工，咱的信徒也要介绍教会事工无，也要介绍咱的组织无。也要介绍咱的中级介绍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长子都要懂得介绍，都要懂得有办法去做接待，所以我觉得真的找个时间，我们也可以来操练看看，我们来操练我们来门训看看因为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动作，不要想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你知道吗？要怎么跟人家介绍，让人家感受到。你把我当作就是你的家人一样，那是不同的有的人介绍人家讲教会你对遮去，遮便所，伊介绍人你要去呢，然后你也看伊这个不是介绍，
假设有人入来，伊讲啊，恁便所伫倒，啊了你就安尼看，啊你对遮去，啊对遐挖，安尼介绍，甲我行来，你对我行，甲有共款，无共啊，你对我行，普通人。但是牧师的意思就是讲，咱爱有迄个心想要甲伊介绍啦。但是对便所对伊来讲是好所在啊，敢毋是？对需要的人是好所在诶。我的意思，我有发现到我们楼下的那个招待同工都会带到。都会带，对。哇，牧师要讲的是说，我们要带这个只是外形，我们都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带人？当他的生命，当他的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带？懂我意思吗？因为其实我觉得传福音不是像牧师很会讲，或像谁很会讲，你才来传，而是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就说，来，你跟着我，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感受，这个过程都已经在带领了，所以我说介绍哈，我说介绍教会的每一个角落，这没什么问题啦。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介绍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核心价值啊？那是一个问题啊，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教会不就是在学习这个吗？无咱要学介绍教会都有啥个用啥用，这咱教会小小的尔，嘛无啥物通学的呀。好，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第8节里面所说的，好，人唔通干那不看顾亲属啦，就是背了真道，比迄无信的人更较唔好啦。我简单讲一个，咱去百货公司，咱每一个专柜，伊一定安怎介绍伊的产品，介绍甲安怎，互你感觉足信的有无？我会记得咱关心一个姊妹，这姊妹讲伊啥怎伊愿意开这钱落去，有无？伊讲因为这个业务，这个百货公司的业务的，伊会知影讲伊的困难，伊艰苦心，你讲哎呀，你真正安怎然后安怎，伊心甘情愿就钱。
那种感觉不会让你感觉在教会里面何等的好，何等的美妙，真的有点难。哎，哎，是，哎哎，我知，还在教台。因为你都无你都咧住这间教会做的时候，你就爱慢慢这间教会，慢慢咁迄个，咁遮个人内面的人吼，对，也彼此熟悉，彼此大家应该先讲讲的，你真正，我咧讲意思是讲，我了解，就分啊，然后就分的教会啊，你若讲种迄个。我迄个歹讲啊，你若讲钱来讲，你若讲我就一间教足间，我就想要来这间教。我是个时吼，我会去了解这间教。毋是讲叫人来就需要甲咱一点就甲咱。换一个我想啦。那是咱啊。我心诶。你看你老师来的时间，你敢就搁甲费足侪时间来，伊就是想要来这间教会啦，我对不对？想要来这间教会啊，而且做咧来了解，大家慢慢熟悉，慢慢建立关系。我了解。毋是讲你入来，我问你，你今仔一个新人入来，伊有需要哦，我讲哦，8九不离10就是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叫咱来斗相共。咱来斗相共会使，一届来，你袂当讲哦，迄个讲，大概拢我当咱讲，符合伊的需要，那有可能的代志。我问恁吼，他拄咱看这段圣经在，伊是讲和睦同居啊。同居是一个行动啊，和睦是一个精神上、态度上的关系上的改变，才有办法带出同居的这种叫做连带关系啊。意思就是讲，假使亲像摩丁来讲，我相信是对新家人来讲，每一个人的特质有分成2种，一种是比较热情如火，一种是比较温文儒雅。好，那这2种方式都没有谁对谁错，但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会有不一样的方法哦。我简单举一个咧，咱启示录第3章，咱嘛有咧讲起吼，第3章的第3章第15节吼。来，咱来看，好，第3章第15节，讲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了解我意思吧？其实对伫基督徒来讲，你袂你就做冷，你无想要做，对吧？但是圣经跟咱讲啊，他说你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意思就是讲吼，你无就是安怎？你无就是做消极，你做冷淡啦。无你就巴不得你嘛是做火热嘛，对不？这2种嘛。但是其实我感觉讲圣经伊咧甲咱讲的讲，咱伫上帝创造万物做咱的头的中间，咱来了解讲，咱的行为生命唔通安尼无烧无冷啦。因为我甲恁讲，伫咱所做的工课内底做久了后大部分咱拢会趋向不冷不热，这是做正常的。不冷不热，那你感觉讲安尼是中规中矩，因为中规中矩是大家人上安心的啦，最平安的，最感觉到最安全的啦。这代志也好，那个中规中矩当然是我感觉是做安全的。但是呢，对伫要突破的代志顶面我感觉是需要更多的热情啦。你若无热情，讲啊坦白的，你真正做袂出来，敢毋是？袂啦莫想，因为其实我感觉讲上帝拢会伫互咱伫拄着遮个无相款的问题中间去突破咱的生命的问题啦好，所以咱伫这个过程中间，咱会当理解到讲，为他介绍一个新的家庭，我觉得我们跟他有和睦的关系，我们开始会跟他介绍教会，跟他介绍生命，介绍福音，介绍圣经。当我们在那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看到关系和睦的建立，
甚至呢，在不同的意见当中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对话。那伫迄对话中间呢，牧师期待讲，咱有法度行帮助一个人，含咱做伙徛起伫大桥教会。好，我感觉这就是做稳定的事啊。所以其实说真的，你说我们现在走，我们从2018年开始走小组，走到现在几年了？5年了。5年了呢。其实我看到的是成长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让我们的信徒是学习慢慢把心敞开，对不对？然后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你知道你们的能力已经不一样我们大家长子的能力是你们的眼光已经看得不一样了。你们已经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聚集，然后办一个活动，然后就单纯我们就把那一次聚会就 run 完走完就好了。我们大家已经开始慢慢去注意到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的羊群的生命问题。所以其实这不是成长吗？这都是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但是我们要更需要更多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见神要教导我们。我们越了解这一块，越了解这一些问题，你会越能够帮助一个人了解他的需要，然后来帮助到他。好，所以牧师今天我们先谈到这3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你们觉得说我们要介绍新的家庭，好，为他介绍新的家庭，你觉得还有什么方式？我们在教会是介绍什么新的家庭？你们知道吗？有很多外面未信者他们是没有家庭观念的，没有家庭生活的。我简单举一个例子，之前我们有一个学生，有没有？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现在子然他现在关心这个学生状况怎么样，一起独子嘛，狗囝，因为他很难联络到，这真的很难联系到。但是后来我也知道他都有回去，都有在跟家里的关系有在建立。好，虽然他们没有再跟我们再接触了，可是我有在想说，在那个陪伴关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帮助一个家庭他们重新换了一个阶段，换了一个方法？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关怀很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帮助一个人进到教会，我们是要能够把他当作是一份子啊，不是把他当作是你有需要你来，我来帮助你啊，你不需要了你走了，反正也跟我没什么差别。你了解吧？我觉得只要谁没来，我就会时常放在祷告中说：主啊，到底是什么情形？好，我也会想要透过其他人来了解一下到底要发生什么状况。好，所以我觉得介绍一个新的家庭，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家庭的关系不是单纯是你个人关系。我们带领一个人有什么成果，我们不是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好，所以这是简单牧师跟大家分享，我们带领一个人不是要带到你的面前，要记得我们不是把他带到你自己面前。如果你把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你会发现有一天你跟他的关系有一些误会、误解的时候，冲突就会产生，他就会离开你。当他离开你了，你觉得最后那个我们所背负的那一种重担是不一样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带到这个新的家庭里面，即使他在教会里面跟我们有一些误解，但是他也会懂得，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还有其他的家人朋友，我可以去试着去了解看怎么样得到一个缓解的地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新天兄，我有一个问题，嘿，就是讲我们有些新来的对，你像那个上周来那个李金蛋啊，李姐妹，礼拜我们说李姐妹，对啦，你经过第一代就陪阮去阮这组聚会啊，后来礼拜2才去看他嘛。这会金蛋那个新来的那一个，他因为那一天我们来，不好意思，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好，待会我们再来探讨问题，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一起在学习新家人的关怀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学习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智慧，
也让我们能够在智慧的能力上面培养出更好的品格，也让我们一起在传福音的工作领域里面，能够靠着圣灵的工作，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来行奇妙的大事，为的是要让你的福音禾场能够真实的扩展，也能够让我们做主你收割庄稼的工人，能够在传福音的领域上面得着神你的喜悦。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能够更倚靠神，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灵修，与主你建立好的关系。我们相信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也能够建立得更融洽。愿主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出见证主你所行所做所爱的儿女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活得不一样，有色彩。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回去的脚步交托仰望神，也求主你赐福在每一个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学习，在每一个新家人的生命当中的需要上，我们都能够做好的代祷者，做他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祝福。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